为了表现出4年因所谓成果，代理修平科技大学数媒系一天的举办毕业成果展，今年以双声戏院为主题，表现出以台湾古早戏院的风格，有10组的作品，真有可看性。 修平科技大学数媒系举办毕业成果展，今年以双声戏院做主题，展场以早期台湾戏院的风格，加一个复古风。电影院的感觉这样子，然后是走复古风的，90年代那一种，对，70、80年代那一种。就是我们身后这边就是做那个杂货店的感觉这样子。 毕业成果展有10组的作品，风格真多元，有人是以外太空世界做出梦架，阁有同学是即马上时行的梦红来思考，说明现代人为着要收视率不惜代价，因人思考。像网红一样，就是追求成名，然后不择手段。他就是做了一些解剖动物的一个不良示范，然后越演越烈。 数媒系成果展6月份嘛会来到台北南港展览馆，欢迎民众拢会当来参观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